苏州评弹团的金立生和盛小云在10年间里合作说过好多次的武松书，深受书迷朋友的喜爱。他俩的说合唱入情入味，无可非议。更有一点的是，在刻画人物的方面也是入木三分。比方说，金立生所起的武大郎憨厚可爱，盛小云所起的潘金莲也是生动形象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好，今天请大家欣赏选回金莲戏书，是一回心理书，如何去展开解剖，全靠演员的功夫了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听听细说，扶送金阳冈最大梦后，弟兄相为追摸鱼噶。辅导让随便那分享的各位当红英雄，就是自家个好兄弟心里向那非靠的。至于林子扶送到屋里向绑对潘金莲束手抽风，而且凶手身形后裔，也累扶送带过了屋里向。搿自从扶送死到阿哥屋里了，搿阿三潘金莲的心里向说不出个特别高兴啊，佛是真罪的。每天帮扶送洗衣烧饭铺上叠壁，连扶送吃饭的辰光，潘金莲坐在了边上看下扶送我。只要看见扶送我的往天上一看了，也就拿自家饭碗一放，不过去帮扶送添饭，搿种罪的。根本只有糊涂郎吃饭呢，不气着，拿自家神得我发达高来了。一开始劲不过你，想多口口阿说，但是辰光一长了，光口已经不够你一个字。再喊你的阿说两家头单独面对面讲讲，可惜不机会啊！哎，今朝吃着冬至，大雪纷飞。扶送临醉之前，大哥讲啥狗啊？石岗头个雪，石岗冷个天，外头也不好生意，你得非要出去个子。屋里向歇歇吧，说嫂嫂，你东马的醉菜，我夜里走来，想大哥两家头面对面吃吃醉，饮醉相后，我为他早走来个。潘金莲是开心啊，那么几位来着，今朝么？还得说说喊叫呆呆子，所以我辅导郎打发开，三后岗、邓坠、上楼、拍分第一支，箱子盖一开，粗挂随心的下头上身，秋红扎落。后来后岗边浪向一走，邓叔叔走来，这可见后岗里向龙虎涌涌。只有里向争气等等，那叔叔为不周家，哎呀，真是动人心弦。哎，沙沙地里听见外头山地里向脚步声，是，欲有二人来着，叔叔来着哇，嚯！这可是呼吸急促，心跳高快，血压上升，也想过来开门。只听见外头脚步声，嘘，四斤二有，原来是个佝偻人，一上是体格不差，真正霸气劲武。那说是为不走呢？收辰光嘛，大概是要走瓜子。这个，让我开出门来看看吧。所以最后来，我讲门手气特忙正边浪向盖一盖，也想开门，用不上来开着。我这个西北风就我抖得来，爸爸，两手门吃开，呼咻，使得个潘金莲眼睛再张不开，好不容易定一定神。在外头一口嘛，今朝落个是鹅毛大雪，忙出去一片人仗，塞塞吧。哎，这可见塞塞吧自然家
人人，冒险冲锋，大喜二人，杀人，叔叔啊！哦哟，等子半日，总是不我等啥子？兄，好冷的天哪！说风推石棍，路上少阴声，披地思凝妆。欧阳怕非等俺夫二人，这大的风险，赵氏归家与狗狗围楼靠后，引追小孩哟。走！这看见咱们那个蜡烛火光会得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啊，叔叔，等的女婿哈口哦！福松一吓得亮，那水喊了门开，门啊开，怪不得蜡烛火光都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嫂嫂，这样冷的天，难道在门上等候狗狗不成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等到阿狗这个发痴子，等你呀！你等错人了，孩子，那等我呢？跟我哪依得过你？哎，嫂嫂，我儿哪里深睡得了？嫂嫂，未必冷的快些进去。我就时间冷，风时间的嘛，要去化身体的，是进去，快点进去吧。哦，行啊，少天。这两句闲话叫我体贴了嘿，只怕我撒懒呀，耍疯个呀，我对那个还是进去吧。大大里向，有叔叔来比来吧。是，扶送大进门，第二就是门关上国手啥天手，实干到个风不守门3个风关。对自家身上的手是个鞋子，一看是嗨呀，一步已经78个字啊。两旁边个肩膀上随时的血，根本干下我来吧！我这个鞋子一推，晃晃，大子一推，好了，潘经理动作这么加快了，眼睛进来，有叔叔抽的须子逮捕，你倒不怕冷么？心里想发大水，这个种这个了，扶送不入关。对嫂嫂妈妈，那虽然是我嫂嫂，我是先生，我毕竟不是先奴。阿是我实干的，我人特意让不完了，我要奶奶帮忙了。对你看看，我睡到屋里向个阿三个这个了，这不有点高子头。不过再想说了，毕竟是嫂嫂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再仔细一看啊，哎，奇怪。那我的金子身上像赤红扎落，面孔上拍粉底子，是个漂亮。做啥呀？潘经理还觉着个呀，叔叔盯了自家身上向的老口，开心啊！今朝个的本地总收分把握。啊，叔叔，是，这是你送予我的衣料，可好看么？嫂嫂，狗狗你。咦？那门上去不问个家，那么我问个句闲话，总大子那会的是，哦哟漂亮个，咋让你身那么高你漂亮？等那个句闲话个呀，弄到狗狗身上下，嘿，弟兄感情么实在好，买兵去了啊，买兵去了。哎，嫂嫂。想今日妇儿出门之时，曾这样对狗狗一讲：“我是狗狗，这样大的事，这样冷的天，与否好买卖？怎么与买兵去了？”他也不懂得什么人情的喽。哎，嫂嫂，并非妇儿责怪于你，你后不走我来。哎，叔叔。你是他的兄弟，难道你家兄长那个规避去，你为不晓得？非来没有女色。我今朝他个蚊子，还会有道理个，啊，个大人呀，哪拉得了你呢？你也不根本拉不了你。
呀，今朝闲话好两狗子头，分量送着点子，搿么的啊，打上这后吧，嫂嫂。妇儿丑陋，一女之间冒犯嫂嫂，违反誓罪。呀，叔叔就是个点哈，知错是改，马上打招呼。哟，叔叔何出此意，请坐啊！不，狗狗不在家，妇儿招人兄长。翠梅。哎，叔叔，女婿准备了养家美酒，怎么你非身水罪？你懂得生人么？话请你家公公是要回来的，你是要出来的呀。现在你出去行礼，等下李主来不看见来，再出去行礼，那是好在。你都弟兄两高头了，老三头里向对来对去，也不是对疯了。收下，收嘞。那么把你砸了个是白发头个子么？再想阿三话啊，还是有点道理的。搿么再受着了，武松手顶我那个台面上一口是嚯哟，搿座最是今朝风尘的不得了，比浪像后缸里个猴一样啊！呀，啥天？那我得难不着问你，嫂嫂，你请那手？这梦不吃嘛？女婿歌手了，对面对手顶，开心呀！补补去嘛，补子2个多月子，今咱们总算补上这个一日天灾。那么补，那么扶手拿你，受那个凳子上对神的，今朝心两比例的在讲闲话。为什么扶手心里清爽？搿潘经理再欢喜的自家讲讲。搿有啥讲头呢？现在讲没办法，说不定我的一直自家心还没得马上勾到外头，我也搞不清楚来呀。搿你两个就唔陪我呀，受了边上没尴尬。搿么哪里可好吧？就身体大一点屁，后缸那个猴子越来越痒，搿后光飞上来，这的无数个面色是更加红润啊！潘经理2只眼睛都上子盯来来，缩缩了两口。哦哟！叔叔说的好看啊，因子乞丐，我只有脑袋水里，蒸了2杯酒，上头一顿打，拿起酒杯，啊，叔叔，女婿敬酒一杯，请叔叔给了。这还应付应付。多谢嫂嫂，干！哈，叔叔非但是当好英雄，吃酒也是英雄。你看，一饮而尽，怎么的一杯？哟，叔叔，女婿敬一杯，神双醉。哎，我有骨头了嘿，那刚刚接个你，没办法。多谢嫂嫂。干了呀！阿姨，今朝我花过去的林子，那才稳不回应个家。我这个一句闲话是有骨子了海，神上就一语双关。那叔叔不在林子个家，有点没个家。你给我想想话难过，理解啥了？叫扶松呀，松树么是木头呀。一样一样写在鸡蛋里碗里。哟，叔叔，请用菜呀！是俺种引进这来了，今朝扶送，这个他不适宜，心里想美人呀，哟！太认真。老，这位嫂嫂心神莫探讨，预备了飞逆的罪，再与东阳高，看后为楼把黑衣笑，门外是谢的。遍体
孩儿门生人，都是把路后跳。听门外拨风号，几队大水飘，狗狗是茅山冲锋把炊饼挑，我是水手真知心根叫叔叔亲我恨不能出门乡，把狗找，这的人是心头把你追焦。那经理人不是家生配，只能修杀你大队他四岁下后自家会在自家胆子大的快点讲吧，再比我去舞蹈廊走来也讲不及位子。对啊，叔叔，女婿一句话儿不记家的么？我晓得你半句闲话也讲。搿平常我大锅里向配台辰光，你再欢喜辣边浪向插嘴，搿个性格毛病附送是清清爽爽。搿么哪你也讲的，我讲你非讲，你非叫我非听，到底讲不过去噶？稍稍要尊重你个，就想得个浪向附送内足之心，稍稍欲话请讲不放。听说叔叔在衙门之中押了一个没差的女子，非这口有句是非呀？什么的？又是暗中事体个，嫂嫂，此话哪里听来的？那这笔话不是的呀？什么的王不讲啊？你我内好听啊？这个老太婆叫扶我不足呀！啊！比那辰光收银封地也好受，有一家子的样样来事，你还听你闲话？你听这闲话，你离我的有的口头了还来？嫂嫂，素来之意岂能作真？根据王伯的说话，你需要信得。谁知是嘞？叔叔乃是真神。妇儿送不与女娘讲话。那么这么与侬是话的呢？哪把你问得出来？你们自家人呀，你是嫂嫂呀，你嫂嫂呀。我有个啥是提到心里想的嘞，那么可以一回正手。有了，今朝他一个字，离我来真本开场有了。那么再听你讲下去的了，嫂嫂，你又说什么？叔叔，你可记下，那怎样与你家哥哥配成一对有爱的？这。叔叔啦，不是，欲有二人来着，叔叔来着哇！嚯，这可是呼吸急促，心跳高快，血压上升，也想跟我来开门。只听见外头脚步声，嘘。四斤二有，原来是个佝偻人，一上是体格不差，整整8、7斤。那说是为不走呢？
手辰光嘛，大概是要走法子。这个，让我开出门来看看吧。所以最后来，不干。门手气脱，忙从边浪向开一个，也想开门，用不上来开子。我这个西北风就好抖得来，爸爸，两手门吃开，呼咻，吃得个潘经理眼睛才张不开，好不容易定一定神，在外头一口门，今朝落个是鹅毛大雪，忙出去一片人渣，洗吧，哎。这可见洗吧，自然家口一个人冒险冲锋，打死二人，杀人40万。哦哟，等至半日，总是把我等啥子？兄，好的，根本只有糊涂啦吃完你，白妻子，你自家省得我发达家来了。一开始劲不够你，想多口口阿说，但是辰光一长了，光口已经不够你一个字。再喊你打说两家头单独面对面讲讲，可惜不机会啊！哎，今朝吃子冬至，大雪纷飞，扶送临醉之地，大狗讲啥狗啊？石岗头个雪，石岗冷个天。外头人不好生意，你得非要出去个子，屋里向歇歇吧。说啥啥，你东马的醉菜，我夜里走来，想大哥两家头面对面吃吃醉，饮醉邂逅，我为他早走来个。潘经理是开心啊，那么几位来着，今朝嘛，还得说说喊喊叫呆呆子，所以我斧头浪打发开。三后岗、本剧、沙律、拍分第一支，箱子盖一开，粗挂细心的下头上身，秋红扎落。后来后岗边浪向一揉，等叔叔走来，这可见后岗里向龙虎涌涌，只有里向争气等等。那叔叔为不周家。哎呀，真是动人心弦！哎，啥地里听见外头山地里向讲是扶送大进门，第二就是门关上国守，啥天也守，石岗头个风不守门3个分关。对自家身上的手是个鞋子，一看是嗨呀，一半已经78个字啊，两旁边个肩膀上随时的血，根本看下下来吧。我这个鞋子一推，晃晃，大子一推，好了，潘经理动作这么结快了，眼睛进来，哟，叔叔，抽的须子逮捕，你倒不怕冷漠？心里想发大失意，这个种这个了，扶送不入关，但瑟瑟忙忙，那虽然是我瑟瑟，我是先送。我毕竟不是仙人，而是我石岗头个人脱衣裳不回来，为奶奶帮忙了。对你看看，我住到屋里向个阿三个这个了，这个有点高子头。不过再想收了，毕竟是瑟瑟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再仔细一看嘛，哎，奇怪了，那我的今朝身浪向秋红扎落，面孔上拍粉第一次，这样漂亮，做啥家？潘经理还觉着个呀，叔叔盯了自家身浪向的老口，开心啊！今朝个的本地总收分把握。啊，叔叔，是，这是你送予我的衣料，可好看么？嫂嫂，够够你！哎，那门上去不闻个家？人的天哪！说服推蛇棍，路上少我阴声，披地思人庄。欧呀，怕非等俺父二人，这他的风险，
赵秀归家，与狗狗围炉烤火，引举小孩哟。走！这看见哎，咱们那个蜡烛火光会得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啊，叔叔，等的女生哈空哦。福松一吓得了呀，那水喊了门口门啊开，怪不得蜡烛火光都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嫂嫂，这样冷的天，难道在门上等候狗狗不成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等到阿公这个发痴在，等你呀！你等错人了，孩子，那等我呢？跟我哪依得过你？哎，嫂嫂，我儿哪里生水得了？嫂嫂，未必冷的快些进去。我对时间冷，风时间的嘛，要去化身体的，再进去，快点进去吧。哦，行啊，少天。搿两句闲话就我体贴了嘿，上铺我撒拉药，双风个药，我对两个撒进去吧。大大里向，有叔叔来比来吧。苏州评弹团的金立生和盛小云在10年间里合作说过好多次的武松书，深受书迷朋友的喜爱。他俩的说合唱入情入味，无可非议。更有一点的是，在刻画人物的方面也是入木三分。比方说，金立生所起的武大郎憨厚可爱，盛小云所起的潘金莲也是生动形象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好，今天请大家欣赏选回金莲细书，是一回心理书，如何去展开解剖，全靠演员的功夫了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听听细说。扶送金阳冈最大梦后，弟兄相为追摸鱼噶。辅导让随便那分享的各位当后应用，就是自家个好兄弟心里向那非靠的。至于林子扶送到屋里向棒队潘经理束手抽风，而且凶手深情厚意。也吕扶送带过了屋里向，搿自从扶送死到阿哥窝里了，搿阿三潘经理的心里向说不出个特别高兴啊，佛是真罪的，每天帮扶送洗衣烧饭铺上叠壁，连扶送吃饭的辰光，潘经理坐喺了边上看下扶送我。只要看见扶送屋里为天上一看了，也就拿自家饭碗一放，不过去帮扶送添饭，各种